我当时去报考小白花班的时候，我就很担心自己考不上。当时要求就是我要白纸。来小升之后嘛，那我有3年花旦基础，相当于我会把这个楼地基也重新打。花旦，他们花旦可能长兰花指是这样的，那你就不能这样翘了。然后兰花长这样子，比方说这种那个五云手啊，虎口，就是会把我们老师给我的要求是你可以矫枉过正一点，你可以先走出去，然后我们再把你收回来。你可能要用一定的数量去改变你的质量。云霄开相反，是小生后来转的这个花旦，也比较瘦小嘛，当时非常自然的就被分到了那个花旦组，大概是学了2个月，把我改到小生，然后呢就跟君君一起在小生组，所有的基本功，就是只学了2个月，所有的基本功是后点啊、练腿功啊，所有的基础打的全是小生。等到要开始学折子戏了，找我谈了。我如果再走小生的发展路，它不像我再走花旦，就是刚刚给君君的那个意见人，你走花旦，你可能会走得更好。因为誓言不敢听，因为承诺不甘心，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，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没有风雨躲得过，没有坎坷不必走，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，不去想该不该回头。也许牵了手的手，前生不一定好走，也许有2半的路，今生还要更忙碌，所以牵了手的手，来生还要一起走，所以有2半的路，没有岁月可回头。就是我们经常后来有的时候开玩笑的，哎呀，我要是当时唱小生，我现在应该是在演什么角色了吧？对，我要是他如果演花旦，那我也不知道在演什么，就不知道在演什么。对，我们工作其实挺忙碌的，1年可能4季就是跟家人时间待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少，但是基本上我都跟同事在一起，吃苦也在一起，开心也在一起，就是哭也在一起，笑也在一起。来一个吧，来一个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选一只头发，哎，抬我头发者。我走了。要会是谁啊？好可爱。开美颜啊，东方里。因为誓言不敢听，因为承诺不甘心，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，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没有风雨躲得过，没有坎坷不必走，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，不去想该不该回头。也许牵了手的手，前生不一定好走，也许有2半的路，今生还要更忙碌，所以牵了手的手，来生还要一起走，
选越剧。不管你们在哪里，我就在这儿了。